不是。姐姐，我进来了啊。怎么了？你昨晚上哪儿去了？说话呀！哎呦，你把我急死了！你怎么了到底？不是，是不是薛洋欺负你了？哎呦，祖宗，你倒是出个声儿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想说点什么吗？薛洋真欺负你了？哎呦，你别光嗷嗷的呀，你别嚎了，你倒是出个声儿啊，有用的声儿，我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你是我的初吻了。他亲你了？而且人家是准备留给你的嘛。他强吻你啊？我找他去。没有，也不算强吻啦。不算强吻，你情我愿的。那不是啦。哎呀，不知道。我现在可是你的女朋友，我是很专一的。姐姐，其实呢，这个专不专一的倒另说啊。我现在觉得关键是要找到你喜欢的，而且是适合你的人。如果你找到你喜欢的人，哪怕你移情别恋，我都是顶你的。我刚才瞬间想了一下，你跟薛洋那个吻，虽然是不是强吻啊，但是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现在毕竟还没有确定什么男女朋友的关系啊。你闭嘴！终于把实话给说出来是吧？没心没肺没大脑的超质量动物！你直接说你头顶上那根线，你从头到尾都没看上我不就完了？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你的头！出去！我不想再理你了。那你再好好想想啊，关于我刚才说的。出去！哟呵，啊，真让你说着了，他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估计就是现在有点儿乱。再给他们俩点时间吧。收拾收拾，该上班了。哎，好嘞。啊，喜阳，来吃饭快。哦。哎，李姐，我姐跟楚木不回来吃饭吗？对，他们说呀，可能这2天都不能回来吃晚饭了，公司这边忙得加班。哦，志丽还说呢，让你们晚上自己玩游戏，别等他们了。慢慢吃啊。我吃饱了。先回房间吧。
就是为了让我陪楚木晨跑的话，就不用勉强自己了，以后都不用了。你给我定那个赌局，到此为止。我以后每天都会起来陪楚木晨跑，你不用再赢我，别再为难自己了。要是不想见我，就可以永远不见。